食饭食到饱，人生才快活。欢迎收听开讲广告拢会通，卫生话甲爆米香的爆米香来卫生。大家好，我是上介意甲人分享鬼仔故的阿苏。今仔日咱要来讲的鬼仔故呢，甲台中火车头边仔的第一广场有关系哦。这个第一广场，即马嘛叫做东协广场、东协广场。咱若要去火车头，就会经过这个所在。平常时嘛有真侪新住民朋友伫遮活动，内底的生意嘛真加热。虽然伊即马看起来正尔闹热，也毋过伫过去，其实伊伫台中市民的心内是一个互人感觉惊吓的存在哦。首先来介绍第一广场，也就是现主时的东协广场。伊以早互人叫做全岛第一布节市场。东协广场，伊迄当时是以即个第一市场的名号出名的，伫日本时代所设立的。后来到1939年代，全台湾为着要满足各地方的需求，各地开始出现其他大细的官营市场，也有民间市场。迄当时，若是日本人来台中巡视，也是游览，这个全岛第一布节市场，拢会互人踢笑。尾来虽往经过足侪届的整改，也毋过环境的问题已经拢无得到正好的改善。佮加上对日本时代以来，这个所在定会出现帮派，有治安无好的问题，所以较早的第一广场环境实在是无即马遮尔好啦。说落来就是这个幽灵船到底是啥物呢？幽灵船是对台湾的都市传说流传落来的。听讲伫火灾现场会有一只船，洗做亲像古早迄种篷船，准备要来甲意外现场的灵魂拢带去阴间，而且伊会出现伫火灾现场的半空中，等到伊载满100个灵魂才会起定。听讲要有因勇敢的人才看会到这只幽灵船，像阮这款普通人，就敢若会使看到一船乌气。民间信仰认为，这只幽灵船是灵界来接火灾事故的受难者的，伊会互人看到，是因为这是灵界甲现实空间灯塔所产生的现象。幽灵船的起源上早是对1995年台中月妮空餐厅的大火开始的。1995年2月15号迄暗，实际上距离第一广场还阁有一段路的月妮空西餐厅，因为餐厅内底有真侪易燃的物件，加上出入口较少，因为安尼，虽然消防队就伫附近，也毋过等消防人员赶到遐的时，现场的状况已经介严重啊！加上迄当时内面的人伤济，人踢人，所以有真侪人袂赴走出去，落尾造成64个人死亡。而且年岁上细汉的，敢若5岁尔。救护车一台又搁一台来甲尸体送到殡仪馆，殡仪馆的人员甚至还阁三无长的时，送来的尸体就已经甲殡仪馆内面甲外口拢囥满啊，连出入口甲馆舍外口的巷仔路嘛同款，是迄当时台湾伤亡人数第2济火灾事件。后来就开始有人咧讲，捌伫咧案发现场边仔的第一广场，看到一只不哩啊大只的白色幽灵船出现伫半空中，顶面甚至阁有人影咧叮当。有人讲，这只船咧等待第一广场嘛发生重大事故，幽灵船顶面的亡魂才会当掠交替。嘛有人讲，这阵亡魂毋是咧等掠交替，只是幽灵船顶面还阁有空位，伊伫遮咧扣客，咧等第一广场新来的人客坐满了后，才会离开。就伫民间拢常咧讨论这个都市传说时，过当年2月，台中市一间夏瓜伊三温暖又阁火烧厝，有17个人往生。10天了后，
名声大楼又搁再发生火灾，上互人惊吓的是，迄间大楼伫第一广场，敢若400公尺，互幽灵船的即个传说传甲搁较出名。又搁过2年，1998年4月，中清路一栋3楼的客家厝，共款发生严重的火灾，规家伙仔13个人就安尼伫咧困眠中惨死。短短3年外，台中市就发生了4件严重的火灾，互107条人命消失去，伤亡人数甲幽灵船的都市传说所讲的同款，互人起价无赔。尾啊，火灾发生的地点附近的第一广场，正做有名的灵异场所，定定发生凶杀案。2014年的年头，有一位老大人无缘无故，互2个流氓用骹甲斩落去。了后，伊摕2支菜刀来报仇。即2个拄对 KTV 唱歌出来的佚佗仔，去互大家农具拢互斩断，当场就过往去啊。其他嘛出现，比如讲，有人看到灵魂伫遐流浪，大楼电梯会通到另外一个世界。广场1楼的庙宇是为着要镇压亡灵才起的即种传说。民间有人认为，第一广场的风水无好，拢是四四方方的金字塔结构所致，造成阴灵拢会集满过来。事实上，阿苏要来替第一广场来平反一下。伫维尼康事件了后呢，第一广场实际上有关是学生族群聚集的重要地点。爱一直到逢甲夜市形成了后，第一广场才渐渐较少人去。幽灵船的传说颠倒是伫伊变甲较稀微了后，因为环境无好才出现的。第一广场家己本身根本就无发生过火灾，伊即马伫1996年改建以后，因为租金较少，正做外来移工聚集的所在。而且，咱头前所讲的1楼的迄间小庙，嘛敢若是管委会为着维尼康事件以后受到影响，变甲冷冷清清的生理所起的财神庙尔尔。伫有的台中人心目中，第一广场是台中老城区的毒瘤，有的人士却认为伊是台中老城重生的希望。也毋过有搁较侪人已经注意到，第一广场嘛就是即摆的东协广场的表现，已经充满新移民、老热的文化，搁有创意。即寡无共款的想法、观点，无论伊是正面也是悲观的，其实拢反映着东协广场是咱台湾、是咱台中重要的历史地标的多元意涵。好，讲到这，时间嘛差不多啊。快乐的时间总是过了特别紧，爱准备甲大家讲再会啊！若是阁想要听更较多的内容，就请恁甲追踪切落去。YouTube 频道嘛，请大家替阮按赞、订阅，甲铃铃拍互开。爆米香来卫生，咱后届再会。